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頭先咧有幾秒10秒咧，俾大家睇下呢度嘅環境。咁咧頭先咧見到呢度咧個湖邊咧有幾寸長嘅魚，咁啊同埋嘅天鵝咧走咗上去陸地草地嗰度，喺個樹蔭裏邊咧，佢唔係曬太陽，喺度遮太陽。我都揾個樹蔭咧行埋一邊遮下太陽先，咁啊都好曬。因為咧今日嗰個嘅天氣咧就係比較炎熱，咁啊有成好似30度啊。咁啊，而且嗰個陽光充沛又冇乜風，咁對於英國人嚟講咧，今日係炎熱㗎啦。咁，但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其實嗰個天氣都仲係舒服喎，因為佢熱得嚟咧，唔係太多汗啊。喺英國嘅熱係咁樣嘅。咁啊，今次咧，我想同大家講個咩話題咧？就相信大家都聽到咧，知道咧，就係幾日前咧，就呢個大班西餅全線結業。咁而尋日咧，亦都聽到消息咧，就係可以叫做香港暫時唯一嘅剩翻嘅呢個泛民主派嘅政黨社民連呢，亦都要喺尋日解散啦，宣布解散啦。咁啊，依家喺香港嘅人士呢，聽到呢啲嘅消息結業，大班結業呢啲呢，曾經呢個大班冰皮啊，都係好多年香港人呢，逢親中秋節呢，就都比較喜歡食嘅月餅，咁我都中意食過啦。咁而聽到呢啲結業呢，咁其實可以講呢，近呢一年呢，你差唔多。即使唔係每日都好啦，一個禮拜左右咧，你都會聽到某無論一啲嘅知名牌子或者啲唔知名嘅牌子咧，亦都去結業。咁而依家連呢個政黨咧，就泛民主派相對係泛民主派嘅，應該係剩翻唯一嘅呢個社民連嘅政黨咧，亦都要解散啦。咁無論咧，即係可以講叫從經濟方面，從呢個政治自由裏邊咧，全部都係一路咧越嚟越走向差㗎。好似咧就沒有最差，就只有更差，但唔知差到幾時啦咁樣。咁令到好多人咧都會，尤其是懂得自由可貴嘅香港人，因為有啲或者對於佢嚟講冇乜影響㗎，對於經濟又冇問題嘅。咁即使全部行業死晒，對於佢嚟講都冇問題嘅，佢都可以生存到啊。咁嗰啲人咧，可能對於佢嚟講咧冇乜問題㗎，仲係。咁而喺嗰個政治自由裏邊咧，有啲人亦都覺得冇問題嘅喎。依家咪一樣有香港嗰個嘅立法會㗎嘛，都叫做係咪？咁有其他政黨㗎嘛，講啲冇咗啲泛民主派冇晒反對聲，亦都冇問題㗎。咁所以今次嘅影片嘅話題嚟呢，係對於相對覺得呢啲係有問題嘅，或者你覺得自由係可貴嘅香港人，去同大家去分享下呢啲咁樣嘅事情。咁我就唔特別再講咩大班點解結業啊嗰啲，喺其他頻道啊嗰啲嘅人士有講啦，或者嗰社民連點解要被逼解散啊嗰啲，喜歡聽政治時事新聞消息嗰啲，亦都會喺其他嘅頻道裏邊會聽到會講，所以我主要唔係講呢啲。咁我主要咧係同大家分享一啲對於普羅大眾嘅市民，佢無能為力去改變呢啲事實啊，咁而你又懂得自由可貴，感覺到呢個喺心情心理上唔舒服。唔開心，即使好似同自己無關到啦，大班結業又唔係我結業，咁我都仍有工做，咁但係有啲人都會覺得係好唔舒服噶嘛，咁樣感覺到嗰個社會嗰個氣氛啊，樓價下跌啊，負資產上升啊，呢啲係反映嗰個經濟啊，咁呢個經濟咧亦都係因為政治去影響嗰個嘅經濟，咁呢個負資產咧，負資產破產率又都升高啦，咁甚至乎我2個月前都聽到。因為呢啲破產問題咧，可以講亦都牽連埋咧，連嗰個離婚率今年咧都係升高嘅喎。咁呢啲嘅事情咧，反映嗰個政治影響嘅整個社會咧，就即係話好多人咧，其實都係處於係一種嘅好唔愉快、好唔開心啊咁樣嘅心情狀態下生活，甚至乎有啲人面對係困難嘅，可以想像得到。咁呢啲可以同大家講咧，無論呢個嘅政治，抑或喺人生裏邊。面對一啲嘅挫折逆境嘅問題呢，佢都有佢嘅好處喎。可能有啲人講挫折逆境嘅即係唔好嘅時候有咩好處呢？即係話呢，你如果能夠解脫呢個困境，你就唔需要面對人生又好，政治又好。如果你面對嗰個政治或者人生嘅困境，即係你現實上你係冇辦法去解脫得到、逃離到呢個嘅問題嘅，咁。你現實上都既然係逃離唔到，咁你從一啲咩嘅心思態度方去諗呢？就俾大家去諗下呢，思考下。有陣時人生裏邊都好啦，你遇到一啲嘅，譬如無論係破產又好啊，離婚又好啊，個前提就係你根本冇辦法去
避免咗呢個局面係已經出現咗啦。咁即係如果你能夠避免，就唔需要面對。既然你面對呢，而你喺嗰個痛苦啊，或者好各種唔開心、唔愉快嘅心情裏邊去滾轉呢，係冇意思嘅。你要喺個情況裏邊呢，去想下喺呢啲嘅情況下，對於自己有啲咩嘅或者啟發啊，有啲咩嘢嘅事情值得去思考。譬如喺人生裏邊啦，你破產離婚，點解會導致破產離婚呢？咁有幾多個部分，有幾多個百分比係因為自己嘅呢？有陣時咧，有啲事咧，嗰個逆境朋嘅，唔係全部因為自己嘅喎，可能只係好少部分係屬於自己，有好大部分係外在因素或者其他人嘅導致過。譬如政治就係咁啦，對於好多人嚟講咧，政治呢啲嘅轉差咧，就唔係你能夠控制，或者唔係你嗰個部分佢有能力嘅控制。咁呢個大部分咧就係在於外在嘅因素，但係亦都有少部分咧係關乎咧嗰個民族嗰個民族性嘅人嘅因素喎。就譬如普羅大眾過往香港人對於呢個嘅時事政治比較冷感啊，咁啊等佢呢個溫水煮蛙，漸漸，譬如所謂回歸啦，97年之後俾翻呢個中國去統治咯，中共去統治咯咁初初好多人咧都冇乜警覺，以為仍然係可以欣欣向榮，樓價又係繼續咁升啦咁。咁呢部分咧亦都可以想同大家講，呢個其實都係同香港人咧自己有你自己嗰個香港人普遍嗰個民族性嘅，香港人嗰個族性嘅因素咧去影響。咁當然呢個唔係主要嘅，主要都係因為當權者啦。咁但係呢個部分咧，亦都有自己香港人。如果你一開始就有嗰種嘅警覺性，好似我呢類咁樣，經常大部分你下你有幾十萬人或者成百萬人都會走出嚟嘅咁佢嗰個程度咧就唔會即刻惡化變到咧今時今日講啦，總20幾年話50年不變都未走完，走到一半未啊？而家咁已經就變成咁樣啦，係咪？咁呢個有部分咧，香港人要反思咧，其實都係同我哋自己香港人咧係有關嘅。好啦，至於人生裏邊啦，人生裏邊咧，你導致一啲嘅面對困境最多嘅就係呢個經濟同呢個嘅感情關係啦。咁依家經濟因為政治影響經濟，經濟繼而有機會影響埋家庭啊嗰種。因為經濟好多嘢咧，就一年人生嘅問題咧就環環相扣嘅。好多時我話，咁個經濟差咧，影響嗰個家庭，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啦，有句咁嘅説話。咁佢又會影響呢個嘅家庭關係啊，甚至乎父母子女關係。有錢氹下仔女開心，仔女開心咪少啲煩住自己個父母啦。咁係咪？咁你冇啦，咁仔女就唔明白噶嘛。尤其是小朋友幾歲嗰啲，佢更加唔明白噶。佢想要食嘅嘢，想要嘅，但係經濟困境冇錢喎，點咧咁？甚至有啲人破產人咧又往往會導致埋離婚啊、感情破裂啊等等呢啲咁樣嘅事情。咁面對呢啲事情，去到人生呢啲咁嘅局面，咁只要你要諗下咧，其實佢都有啲嘅好處。佢令到你去面對到就喺你困境嘅時候，仲有幾多人係真係會關心你咧？喺你平時以往可能你有錢環境好嘅時候，好似好多朋友嘅喎。但係當你去到面對困境嘅時候，仲有幾多個會係呢個喺你身邊咧？咁呢個亦都從另一個角度咧，你唔好以為咧呢個係阿 Q 精神嗰種嘅諗法喎。咁呢個咧亦都可以俾大家，當你面對困境嘅時候咧，可以舒緩一啲對於你個困境嘅。既然你已經係離唔開呢個現實嗰個困境問題，咁你就只有能夠去點樣去舒緩自己嘅心情去面對，就係俾大家去思考咧。有陣時人生嘅挫折困境都好啦，有各種唔同嘅情況或者唔同嘅程度嘅咁。咁譬如呢啲嘅導致因為政治困境或者政治呢個嘅經濟會影響到你個體嘅呢個嘅人生裏邊嘅一啲嘅情況啦。咁咧佢個好處就俾你認識到一啲嘅人，或者認識埋自己咧。當你面對呢啲困境嘅時候，你自己係點？過往咧可能自己以為好自信喎，喺你順風順嘅。但係當你面對困境嘅時候，你可以有一個反思咧，去了解自己一啲內在嘅一啲嘅心思行為啊等等呢啲。咁當然都要前提咧，嗰個人佢懂得去反思呢啲嘅事情啦咁樣。咁而感情關係都一樣喎。原來你以往以為咧喺你好景嘅時候，你個老婆點樣愛你，或者你個老公係點樣愛你。當面對困境嘅時候，原來兩個有好多嘅事情問題想法，原來係南轅北轍嘅喎。或者原來去到一個困境嘅時候，就唔係可以共患難嘅時候。咁呢個咧亦都有佢另一個好處，就俾你認識你自己嗰個嘅愛侶各種嘅情感關係等等呢啲事情咧，係都有個好處。咁呢啲係簡單咁俾大家了解咧，唔好睇一啲嘅人生嘅
挫折困境嘅時係完全咧係好差㗎。咁當你往往淨係諗去差嗰一邊咧，你個人只會越諗咧就越呢個好灰啊、心情低落啊等等嗰啲咁。嗱咁啊，另外第二部分咧，咁去到呢個香港呢個咁嘅環境，又未知幾時可以有機會重生重光。嗱咁我過去有啲影片咧，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係樂觀嘅。從呢個好多嘅各種嘅事情過往個簡單再講咗少，譬如呢個中共大陸依家佢各種嘅情況，佢都比香港係仲差嘅。咁而嗰個嘅世界局勢嗰個形勢咧，而我經常強調最重要係睇緊呢個世界局勢形勢。香港咧佢冇一個能力去自己去解決嘅，咁好多時都係得益於外在世界嘅一啲嘅大環境嘅變化。而帶挈翻咧香港嘅，即係等於個滿清政府呢個同英國鴉片戰爭就導致香港歸掌俾英國管治，就帶挈咗100幾年呢個嘅社會繁榮啊、自由啊各種嘢都向好啦。咁依家掉翻俾呢個嘅中共，咁呢20幾年就已經急速已經變100幾年來累積嘅20幾年來就已經可以搞彎晒啦。咁但係咧呢啲嘅事情咧，將來咧。嗰個嘅世界局勢嘅變化咧，一樣會將香港咧又會帶翻去好轉喎。咁至於點樣去好轉咧？呢個需要時間去睇。咁但係我暫時初步睇到咧，我仍然係審慎樂觀。尤其是喺烏克蘭同俄羅斯嗰場仗，俄羅斯輸咗呢場仗，亦都會影響翻中共嘅政策、中共建設，亦都會影響翻呢個嘅香港。有好多因素，歷史有好多嘢係突然嘅變化㗎。咁呢個係簡單咁講少少。我對呢個香港嘅前途未來啊、重獲自由呢啲仍然保持呢個審慎樂觀嘅態度。咁至於到呢個地步，有啲人近期啦，咁啊喺啲社交媒體又好、YouTube 頻道咧，有啲就嚟咗英國或者去到世界各地都最多係講英國啦，就話點樣英國有乜嘢唔好啊，嚟咗呢2-3年啊，想回流啊。調翻轉有一啲咧就喺香港嘅人士見到依家個經濟啊、政治越嚟越急速變化，依家有乜軟對抗啊嗰啲等等。咁啊，差唔多你好似隨便乜嘢都隨時佢中意話你一下唔知就咩嘢會都會有咩觸犯啲咩所謂惡法、國安法啊、23條等等。咁有好多喺香港人咧又要去準備考慮離唔離開好咧嗰啲等等。咁呢個咧我亦都俾大家去一啲嘅想法去參考咧，就係你離唔離開啊，選擇離去因為留低，其實呢度咧都係一個兩難。人生就係咁樣嘅，有好多嘅兩難嘅抉擇嘅。唔一定政治啊或者經濟喎，人生有好多問題咧。無論你點樣去抉擇都咧，可能都有佢一啲嘅難處嘅。如果完全冇難處，好明顯嘅大多數係向呢方面就好嘅，咁大家都會識。好多人生嘅抉擇兩難嘅正係咧，無論你選擇左邊因為右邊都有佢嘅一啲嘅問題，有佢唔好嘅地方嘅。咁如果係偏向好嗰一方面多邊一方面，大家都會自動會走去嗰邊噶啦。咁所以喺人生嘅問題，咁同樣依家考慮咧，有啲因為呢啲嘅政治影響經濟啊兩樣嘢，又繼而咧會影響翻你嗰個家庭、人生各種生活嘅時候。但係問題咧，無論你決定留低，因為選擇決定要去離開都好咧，佢都係有兩難嘅。咁個重點咧就係在於咧你自己嗰個嘅心思態度有冇呢個嘅勇氣啊、決心等等嘅。即係無論你留低咧，亦都有嘅問題啊嘛。如果唔係你就唔使要去考慮啦。咁但係你離開去一個新嘅地方，亦都要面對好多嘅問題，包括經濟啊，仲有除咗經濟，即使有啲人冇經濟喎，香港嘛有啲人尤其是早2-3年嗰啲嚟啊，咁賣咗層樓，但係依家賣層樓都賣唔到啊，賣咗仲可能要負資產，我點賣咧？咁即使冇經濟問題咧，但係有啲人咧亦都會有呢個嘅咧，就係呢個嘅。點解要行前少少咧？因為個陽光開始越走咧，就越嚟越開始都曬到啦咁所以我要越嚟越行前嗰個前面嗰棵樹裏邊遮陰啊。咁同埋開始有啲人咧，有位青年行咗嚟釣魚，跟住有啲人行咗嚟可能睇下河邊啊、睇魚啊嗰啲咁樣。咁你決定離開，因為留低其實都有兩難。個重點咧就係，既然一兩難嘅事情喺人生裏邊最重要咧，就係你自己有幾多嘅考慮清楚啊，自己個心思態度係為咗乜嘢繼續留低嗱？因為留與離開咧，每個人都有唔同嘅要面對嘅情況。有啲人可能面對有上有呢個嘅父母輩年老嘅咁
即使想離開，但係亦都唔忍心等低父母啊等等嘅情況。有啲就話為年幼嘅子女咁樣，講好多嘅各種嘅因素嘅。咁有啲又會譬如我英文唔好，類似我啲咁英文唔好啊嗰啲，有啲經濟唔穩定，種種嘅因素，呢啲都係有兩難嘅情況。但係可以講呢，無論你留低抑或離開，你最重要嘅係思考清楚自己清唔清楚點解要繼續留低，或者點解要離開。而即使離開留低，你對自己嗰個嘅心思決定有冇一種嘅勇氣？有陣時呢，喺猶豫之間，有啲人係好難做決定嘅。有啲人對於人生嘅抉擇呢係唔識去做決定，成日希望人哋幫佢做決定嘅。但係個重點嘅決定就係你有幾大嘅勇氣。除咗勇氣，仲有一個心思嘅準備、考慮，要仔細一啲啦。諗自己要將會面對嘅咩情況，自己點樣呢？嗱，有陣時情況困難呢係一定會有，係問題呢，你嗰個心思態度有幾大嘅勇氣、決心、準備等等呢啲嘅心思情緒呢，去準備面對自己喺度改變呢啲嘅決定。而最重要呢個重點呢，就係你留低因為離開都唔緊要，最重要係對自己嗰個抉擇。往往咧人生有陣時，早知咁樣，或者後悔點樣。有啲話離咗海外，或者尤其是離咗英國住咗2-3年，覺得後悔喎。有近期有啲人話講回流啦咁有啲咧又呢個嘅見到依家香港個越嚟越差啦，揾食亦都香港人最重視就揾食㗎嘛。佢最主要賺到錢，自己冇問題，其他嘅周邊嘅人有問題，對於佢嚟講咧都唔重要，最重要自己揾到食冇問題就得㗎嘛。咁但係問題而家香港咧都揾唔到食咯喎，開始越嚟多人面對失業潮啊，各種嘅行業啊，連嗰啲嘅大公司機構啊，恒生又裁員啊嗰啲等等，連嗰啲地產商嗰啲嘅所謂呢個地產商嘅有錢嘅人士喎，佢哋而家都要面對困難喎。近期聽到啲消息，呢個楊秀成喎，好似話咩爭咗100幾億啊嗰啲等等，又要搞呢個新世界等等。呢啲咁當然啦，對於小市民呢啲係佢哋嘅事，同我哋無關嘛。好啦，咁你自己嘅事就在於咩呢？就在於無論你留低抑或選擇離開，係因為呢個政治問題。咁個重點呢，就係你自己有幾大嘅有幾大嘅勇氣決心去離開，而最終最要個重點就係你自己對自己個選擇呢要負責。唔好輕率咁樣或者一時睇人哋嗰度。或者睇唔到，即係好似3年前呢個有啲人中意睇蕭若元咧，就嗰陣時一路勸人哋去要走啦，嚇到啲人好驚要走。我至單又識到至少一個就係聽咗蕭若元嗰啲話即刻佢真係即刻走喎，嗰啲即係打算決定要走喎。咁但係有唔少咧就走咗離開咗英國離開咗香港，去到海外生活。有啲開始後悔喎，或者嚟到英國之後有啲話住到悶喎，或者鬱鬱寡歡咁樣或者有情緒低落有各種問題。我嚟到英國認識到一啲嘅嚟咗英國嘅一啲嘅香港朋友，嚟咗之後仲要面對呢個離婚嘅問題。佢嘅父母到50幾歲，佢個老豆識咗另一個女人，要搞到要離婚喎嗰啲，咁搞到埋連佢自己嗰個居住環境都要面對一個困難嘅抉擇等等，有好多各種唔同嘅人，有唔同嘅一啲嘅面對嘅困難情況。但係問題呢啲嘅困難情況唔係淨係你要面對，好多人都要面對。咁你當你有呢啲嘅心思去思考，你個人面對困境抉擇都相對或者冷靜理智一啲，同埋咧對自己一啲嘅決定咧有多啲嘅把握或者勇氣決心咁樣，而去對自己個行為説話，唔一定依家呢啲嘅政治問題，即使你平時你一啲嘅人生裏邊嘅問題點樣決答，可能有機會咧係事後先知道。你一啲冇預計過嘅事情嘅，但唔緊要，最緊要對自己嗰啲嘅行為決定有一個負責任嘅態度就得㗎。今次簡單呢，同大家去藉着呢啲嘅事情呢，同大家去俾大家去對於人生面對困境因為人生好多時就喺你順風順境嘅時候，好多人呢就好有自信㗎。咁但係當你面對人生困境逆境，每樣嘢都開始越嚟越走下坡嘅時候呢，開始嗰個自信呢就越嚟越消磨。開始好多人咧就面對人生困苦煩惱，咁呢個影片嘅內容咧就藉著呢啲嘅事件，俾呢一類正在為呢啲嘅事情而煩惱嘅人咧，俾你哋一啲嘅參考一啲嘅想法嘅參考。咁順便臨尾咧再提咧，就啱啱我今日咧都收到消息啦，
咁就香港議會嗰個事情，因為喺我哋頻道有啲嘅人士係關心香港議會，即使佢冇投票都好啦，當佢係八卦嘅心態有啦。我覺得有啲人係有啲觀眾嘅留言呢，我覺得佢又唔會真係投票，但係佢係純粹係八卦咁好奇啊，知道咁啊又係我又話去參選啊咁有啲人想知道呢個嘅結果係點樣啊，依家發展成點樣啊嗰啲咁。咁其實呢，佢就已經喺佢個網站裏邊呢就公佈咗㗎。咁啊，據我所知，好似2個小時後，呢個袁弓夷同啊何良懋呢都有佢哋一啲嘅頻道去直播去公佈呢啲嘅消息㗎咁樣。嗱，咁如果我稍後今日仲有時間呢，我亦都講下呢個話題俾喺我呢個頻道去得悉香港議會消息嘅觀眾去知道。如果唔係呢，就或者聽日呢先至去同大家去再講香港議會依家最新嘅進展去到點樣啦嚇。好，暫時今條影片同大家講到呢度，拜拜。呀！好啊，嗱，我啱啱見到個人士咧，嗱佢哋釣到條魚咧上嚟噶，嗱俾大家近鏡睇係啲咩魚嚟噶。Do you often here? Yeah. 好。嗱咁咧釣到一條呢啲我都唔知係咩魚嚟嘅，但係可能佢應該係。Will you take it back? No. You will take it home? No, I put him back in. Oh, do you put back in? Yeah. Okay. Put him back in. 嗱，咁佢呢度釣魚咧就志在咧係娛樂咁樣嘅，咁佢稍後咧佢就會將條魚咧掟翻落去嗰個嘅湖邊裏邊噶啦，嗰個河邊裏邊噶啦。Nice fish. Take photo. Oh, you just take a photo and put it back. Yeah, put it back. Unclip his mouth now. Video, put him back in, yeah? Yeah. 嗱，佢而家準備掟翻去咯喎，佢自己都影住喎。嗱，咁佢就游翻去嗰度啦。好，釣魚。